要切一个下午吗？不会，5分钟就可以了。真的？他5分钟就是负责叫老公，哎，切了没啊？哦，够吗？中段的油吗？哦是指向这一段吗？对，这是最多油的地方。这个那个是黑心油。终于没有来宾说他很帅了。有人说你懂帅，男雄心，每集都有哎。那个黑节目效果吧。对啦，还是猪油爱就好了。对，这个係用馬動機來錄啊。愛啊。對，好用做嘅。地尾多動機哦，先來提講一下，好，就係為半面油嘅師傅。切咧寫啲個膠紙嘅做農嘿，哦唔是挑嘛。今年辛唔辛苦用低筋，心情唔好就用高筋。就摸正差嘛。哦，心情唔好就唔愛煮，就不要直接叫外賣，老公煮哦。這種法式料理。客家結合法式，有一點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因為法式盤子要很大。製作單位可以改進一下嗎？對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手右前窗嘅鄉親們又大家好。我係淑坤，一家之主，來敏珠。今天亞視節目呢，我跟大家說，我非常緊張。哎呦，因為呢，一邊是友情，一邊是姐妹情。今日兩組的來賓哦，他們都是有一個是協會代表，有一個係基金會代表。沒錯沒錯，佢哋西沙都會沒有你哋講什麼哦。不過呢，馬上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俊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老師傅。阿邊個你好，大家咧分享到係林順基林師傅。朋友大家好。好，歡迎。好，接下來呢，分享到你風吹參賽者嘅兩啥呢？之前已經有來參加過哎。哦。今天他們真的是情義相挺啦，結果今天來這裡最大目的就是要來回來看看明珠。哇，好像轉媒介。哎呦，真的，我怎麼可以不給他3000塊呢？你說的哦。好了。先來分享到你風吹嘅哈，哎，兩姐妹也是一晨，還有莉莉。歡迎。然後看下攬出嚟一片係美少女哦，真的。非常有愛心啊，漂亮嘅好朋友，青綠容老老肥山，全部係江姐妹。我跟你說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一定來之前我就收到訊息，就說請千萬要幫我照顧 Vivi 還有院長。院長，兩片就染咗。有一個院長，來，瑪莎。他是我們苗栗呢這個家福中創世基金會，然後也係院長。是否有愛心？專門照顧植物人。這不然呢？我們先看這裡哈，美少女的部分。對，美少女，哎，很快耶，一晨竟然都送100。天衣貴到了哈。她又生了一個寶寶。啊？有嗎？有這麼趕進度？你的臉書沒有出現懷孕這個畫面？有，我就是在趕進度。增產報國，我們先介紹好吃的啦，不然景點他們會以為苗栗的人都很會增產報國。哎，苗栗是有推薦嘛？個好高好吃好料的嗎？呀，它有天美藝穗節，會有一些藝文活動、藝術的活動，而且很長，對不對？對，這個來東蟲啊呢。天美藝穗節。好，我除了個苗栗市有好高的素材本大家地之外哦，來漂亮兩片哦，唐講會分享一下。看海的好地方，對，我哋會分享喺水面看夕陽的地方。哇，東龍門就在成功國小的旁邊，哎，走進去，然後小徑很快就到了。喺做啲雪茄杯係嗎？對的啊，你做的啲嘅片帶牙小狗啊，吼，去散步，好咩動獎。哇，我今年係一隻比賽，大家要準備好了喲。因為呢，等下馬上可以是做料理。雖然4位的目的就是希望來見見老朋友明珠啦，但是我們還是要讓這個節目有內容可以剪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加油了！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，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好了，料理館地度呢，個家都拿出這個秘密武器出來，先來看一下你風吹帶來也係乜嘅？鳳座館，我姑姑去個中誒，去個西嘅鳳座館。哦，去個不卡誒。對，去個。哦，要拿鳳座來做乜嘅料理咧？做形狀圓。形狀圓。哇！你講係任賢齊係心太軟嗎？
你给你唱2句听听看。你总是心跳远，心跳远，老所有问题。拢不卡。你确定是好姐妹？都给他考。他都挖洞给我跳。好，我这个借他们看一下，好哦我们一边继续聊一下心太软的部分。哦，它其实是一个上海甜点，嗯，对，但是俺姑姑懂 C 时就懂向来，对，然后她都会做这道甜点，崩来掉生，哦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学好起来，我懂南州吗？嗯，懂简单，懂懂简单懂简单，丽玲讲简单就是真的简单喽。懂简单，懂简单。好，加根本日呢，就来做看来呀出心跳员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哦，咱们这里片动厉害，跟下小个徐这样，但是皮头动向人家眉头。这个 B 妹夫妻黑马盖嘞，有松鼠。哇，它蹦马盖都很适合呢。嗯，好啊。啊，今年那俩油葱素做埋料理，个菜苗按的嘛。客家半夜。哇，这个有买铁皮蔬菜吗？要在油葱酥吼，喺安尼客家人做料理的时候吼，一定做唔到少的东西。嗯。啊，油呢吼，安尼唔係青菜拿嘅煮油做來用嘅，安尼係前係煮嘅中板油。哦，對。就不嘛个。对，还有挑选猪的部位。中段的油吗？啊，是指像这一段吗？这一段呐。对。这段最多油的地方，可是它那个是黑心油。所以煮油的时间用的地给系中板还是什么？你吼有啲煮菜的人呐吼，伊买猪肉的时候，就都做得到嘅煮店的人讲。然后油葱酥嘅油系贴皮就先个铺味，那这个自家落表。错，你看人油葱酥按姜吼，都冇按糊，佢咪有原因嘅。哎呦，我哋啲愛煮起來嘅時候，要用一啲嘅鹽。哎呦呢，夾得出來的米頭啊，吼，就會冇平庸。也係細，我就會按用做出來嘅。哇，然後豬油哈，它的品質哈，等一下就聽我講油三用來鑑定一下啦哈。陳明豬油小姐。好，體育館嘅比賽哈，你兩沙哈就信心冇？有。哦，加油！這樣組都已經準備好勢咯，現場馬上開始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我哋開始走咯。今天比賽真的太精彩，啊、我兩邊都給分，好不好？他們真的都很棒。記得有跟下從嘅先踢遠啊，後堂咯，還不錯啊。你給滿分，因為你好積滿。其實唱得不錯呢，兩位。你的體育譜線走馬改。做給裡面的那個心，就是要糯米。太軟的部分。對，做太軟的部分。這個係糯米的粉。可是你有加水，对不对？有加水哦，然后把它揉成团。他真的现在感觉状态就是所有问题都给他扛，因为你看丽玲是在弄槟榔吗？我在那个去壳。你刚刚好精准的指出他做的动作。对，我们这其实真的有点像槟榔。好槟榔，对，客家槟榔，哦，就是水皮轮美为疯啊。嘿啊，也是。那是咬到嘴巴。这么感人，又来参加第2次比赛，我好感动哎！为了看你，对啊，真的是为了你，你们真的很棒。来，3000塊拿出来。你说先颁奖啊？颁奖。那你们要一个直接跳到结尾这样。对，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开始吗？跳结尾。好，预备起。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跳？哦，然後大家小解一下，你哋等下嘅第8度嘅係糯米做餡，那鵝背咧？鵝背就會紅做啊。可是要撈啲豆椒椒也係。有黑姜。你是有沒有吃過新菜了？我沒有吃。這真的是一道菜哦。它是一道菜啊。爆到地北毒啦，到豐州地北毒啦。哎呦。係啦，是窮兵龍啊，真嘅窮兵龍係啊。他比較可憐啊。心不軟。他心不軟，心很黑。他心太黑，心太黑，沒有。剛剛有講啊，黑心油嘛。對。所以就不來賓要用把鈴誒。終於沒有來賓說他很帥了，我知道我。有人說你懂帥。就是問。他們雄心，每集都有哎。短黑節目效果吧。對啦。短黑吧。哦，愛點。我們要聊一下料理的部分。哦，要。我比較好奇係，因為準備訂購到8粒，嘿。訂購嘅8粒黑擺盤。對，擺盤啊。我們就是長黑種種嘛，還擺到種種。壓跟黑給婆婆種誒。很臃腫。呢個種誒。
好厉害你哦！敢中的哦。那你要去购资研天数吗？哦，要去帮忙吗？不用不，是，好你懂厉好害哦。你懂厉害，嫁这种老公是对的。真的。她老公要特地来看你的，他说你太美客加一节，他加一节。谢谢谢谢哇谢谢老板。蓝队，蓝队，好嘞，我蓝队，们先过去哎找。哎滚冲一下看你的，蛮有代志咯。哎，这院长你不会做好了吧？哦，个安尼底下片吼，很认真来煮出来哦。这老安尼讲一下，应该看人肉入好嘞，骨未炒好嘞，嘿一，下进攻了嘛，有冇看到？哦，呀，香菇啊吼，安尼做在先泡配较软柔的吼，较好吃。哦啊，个香气啊，当会出来。嗯，好，啊，给好啊，呀有锅气嘛，嗯啊，刚刚炒这个香菇之后的锅气呀，哈，哦，这个一定要把握好。嗯好，吧然，后呢，我们接下来把握对，然后来炒我们的这个肉，牛先卤沟黑嘛，嘿，呀肉啊哈啊，懂简单呐，安尼客家的料理哈，都唔是用到懂复杂啦，安尼就用爱爱爱充满了爱，爱就好了。对，如果你家里面发现突然间酱油没了，就用爱没了，就用爱，把爱倒进去，哎，把它摸甜的那种哦，用爱用，这个可以用嘛东西来录啊。爱啊。哦，对，好，用过了。我出了哦，看的爱，哦，还是没有人要回答我。你都一些辣椒了啊，嘿，辣椒，爱的辣椒它，的辣椒，爱的辣椒，那有爱的酱油吧？爱的酱油有。哦，一个米酒美酒。还有盐，啊盐用吼，唔好弄迄瘦肉哦吼，弄迄瘦肉还按摩嘅米头出来，所以呢，感觉诶，它皮的肉，哦，它皮的肉，哎呦，吃起来爱的肥肉，这里错误的肥肉主。爱的爱。对。那款孙红的鸦片惠山哈不，要去欺负惠山，惠山你有男朋友吗？哦，我有，哦好，那就安全了。不要烦嘛哈。直接走回来。煮板染须这系咪会落去下一下，嘿，下板染。安用才不会粘锅。嗯，我妈妈说煮汤圆是要跟落去下。你不要乱弄啊！懂的安用，安用的扁贴。哦，不要。嗯，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一下郭都正来哦，哈。好，好，好酷哦，给他做好哎，包那个我看。有包白心的槟榔。槟榔，槟榔，槟榔。这边老板娘在切苹果的部分。你们家吃水果是不是要等1个小时啊？他们家吃任何东西都要等2个小时。是因为富 Panda 送比较久吗？不是，因为他会打送你的没有，他也很注重摆盘。哦，厉害的，阿祖诶，真的，哇真正阿祖诶，主哎，红这个枣酱自己做的红豆炯，哦，所以木蛋强用风手干，他用风手搅等一。下，我觉得丽玲会煮这个，这是2年来很大的成长哎。你有吃过？等一下确定要加吗？要讲他，因为我们要摆盘的，你可以用单的，对，所单着以这也是用摆盘就可以用另外一个层次。要这个大颗了，也可以哈嘛。都的，都的。来，哇，那种鸦片好性惯呢，截然不同的风格，像是料理节目哦，哎，这边也是啊，动手法式很厉了解。害，客家结合大式。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因为法式盘子要很大。制作单位可以改进一下吗？建议性清头用低筋，性清母用高筋，就摸正差嘛，哦，心情不好就不爱煮。就不要直接叫外卖，老公煮哦。哎，真的很成功啦！对啊不需要就演啦，因为这个地主有加鲜糯的给有冇？对啊， QQ 啊，所以像糯俩糯米的须这它需要板母或者是什么吗？没有。是，哦，那款种挑喉的哦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剩摆盘的部分哦。对对对，我们很快。还有好这个还没切完还有平也不后哎，还有哦还有改摆盘太多就唔好看，啊，哎唔好看。啊，应该刚用种的就种多哦。那个我们会直接摆中间，这 idea 好像不错，好像不错。不给用一下。等一下，对，我们等一下就来上桌了哈。哦，换一下冷水。哇，哇，那种鸦片好性惯呢，截然不同的风格，像是料理节目哦。哎，这边也是啊。接着呢，俺刚炒的东西呢，就要把它放下来喽。哇，你要注意要动好宽哦。嗯，所以刚刚有共都压黑mang个皮筒吗？冇用拍的东西诶，都安利清水，因为安利食物啊，哈，懂吃脸呢，哈，都有呀香菇的香气呀、虾米呀、牛，有不要勾哎，冲点系煮冲。有从他自己可以煮出高汤。对，好，
所以如果家里面黑狗没有高汤的话，你不用担心，你自己可以做出高汤。就放爱嘛，刚的话题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爱的高汤。春夏落去会用了一下对椒粉对胡椒粉做得高。哦，一听哦耶哦，客家胡椒粉，爱的客家爱的胡椒粉。好了，刚才丽就选过了哟，哈，加油加油！哦，摆盘嘞，哇，姜嘛，东琼法式疗愈耶，黑毛客家结合法式，哇！他这个做法，师傅啊，边个动作松茸啊，用个放血的啊。但是风走酱系提就摆款多哎，你这个是怎么煮的？就会用熬的，天天的一口哎，不用会红枣切碎啊，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，我讲一下，因为法式盘子要很大，很大，这么大。制作单位可以改进一下吗？对，好，可以开呀，可以开喽。哎呦，它有定型，还不错哦。对，摸溜出来用，拿出来，好漂亮哦。可以给洗洗了不就都从板染那用。好啦，我们这边差不多，是不是等一下把糖水弄统一就好？嘿哦，因为我们在旁边，它会摆的太有压力了。因为现在团圆了，你看一直团圆黏在一起。对啊，一起了，先不要影响它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美少女加油！对，好，加油加油！天草马松款式都酸是，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。时間到，馬上就開始。等一下來看啊，都係係你逢最心聽樣，也係客家扮演客棧的哦。第一關呢，太七港還拿出 B 妹武器，我要來看看我們兩個好姐妹在這2年當中廚藝有沒有進步，好不好？當然有，對不對？來吃看這心太軟，不要忽略旁邊的芭樂，還有那個果汁、果醬、果醬、紅棗醬、鳳爪醬。對。好吃哎，因為你真的係好吃啊！你係我提咗擺雪到先停，因為你有隻料理，睇埋冇雪過，我係煮到你有隻梅頭對那個凍先凍貼皮凍好雪。低度有冇？給 QQ 啊，那個調的比例要剛好，黑魔會發什麼跳缸哎？哎，没同啊，對啊，所以它這個剛剛好 Q 度。我们都常用粥品蒸饮的色啦，就当成是课后的甜点，然后加水果这样子。你的果醬也調得很好哎，用力會吼，真的真的。睇法會做兩套料理嗎？工作啊，不是按用周锅。大半弄黑爹煮一些汤料的时候啊，或者是煮什么补品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放红枣。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创意。係用嘅酸紅嘅醬哦，未係用風走裏挑出來煮出來嘅醬，凍貼片。嘿，日日都食開用嘅肉葱素做嘅鹹板染。客家扮演哈，來吃吃看啊，湯頭最重要哈。五折部分都有啦。哦，香菇沒有白到，中香。食板染哦，會食嘅通頭，個通頭加係肉葱素，韓國嘅肉要白到，香菇咪要白到啊，真勁好食。蒸件好食，但係通頭呢，蒸件同斬掉，韓國嘅重點，它的靈魂油蟲有冇？煮油蟲啊，蒸件同斬掉。比香菇白到中香。一定要白到，誰沒白到就是沒有客家魂。對，有會媽媽的味道。媽媽沒會做嘢嘅嘛，嗬。對。那通頭係最基本，但係咧板染到短短時間，它就會熱梅，它保持到啲軟軟 QQ 嘅感覺。回來做嘅菜，所以就會吃到來吃起來懂甜懂好食。有放那個鹽巴，幸好剛才它反而沒有粘在一起。煮板染，你只步驟係最重要嘅。佢煮半啲頭，然後仲得過，到底師傅運用班上嚟嘅嗰啲看哦。先來搶阿準備師傅搶本分數。好，風吹一分。我就知道你心很軟。好，你下個阿朱師傅搶不分數。好，藍分。米師傅搶公這兩邊哈，春有七屆風格兩邊的風格，春冇強，呢邊好創意，呢係傳統的部分。大家都喺看呢，一米七屆拿出嚟呢秘密武器的部分，佢風俗就是要創意的呢表現。啊，呢邊好，你講我呢有從做咧好表，好到到呢個梅頭嘅很好香，應該到呢應該白香菇啊，或者白肉嘅時間，白好嘅時是哈哈氣，不過要少。
6個月畢業，佢梅頭啦，叫梅หั่好未出來，係。哦啊，居師傅有買建議咧？哦，兩組都煮到東河鮮啊，兩組就做兩個套餐咧，做啲食到鹹的，食到甜的，哦，東河鮮。然後每部爛腿兩片的，迄就若是就從個梅頭東香，啊，唔過就一出嚟做啲個經嘅地方，迄做啲用個蔥油先給煸，哦，煸過伊個香味才會出來，將來老咧糖啊，老咧會較好食。啊，鳳腿兩片真嘅東河鮮，那個紅棗醬真的讓我很驚豔。個個都係得到一份，唔過呢，先休息一下，今天有看一下啊，尊平師傅帶來乜嘅好食嘅料理，老太太分享。日出開菜。好，又輪到你嘅盧師傅來編發料理嘅，請問一下菜名係嗎？今日做係辣椒蓋用豆腐。哦哟，辣椒雞。對，剝皮辣椒。哎呦，剝皮呀，辣椒會很吃做的嗎？唔係，我賣嘅，我講緊迄啲種東西凍豆、種花啊，什麼的，也是算客家文化的。八連水就喵是白皮辣椒啊。係啊，椒我先來切的。那今日食菜肉哪一帶哇？啊，椒啊蓋用先剁過咧，雞腿肉，雞腿肉，又先滷過。冇滷過，冇滷過。你還有個蒜頭、蒜泥、學薑嘛，學蔥啊，啲係太白粉，好啦，豆腐嘅部分到呢一頭。好，其實我大白賣嘅台灣呢，白皮辣椒轉到時節咯，除了煮蓋湯之外，我還不知道還可以怎麼變化。嘿，就會變化一下，新香料啦，變落去。哦，這什麼？蒜頭啦，薑嘛，薑嘛，本嘅去腥啊哦。嫩薑，因為我今日用嫩薑，後尾按辣。按辣。後尾按辣。那你還用八皮辣椒呢？辛辣嘅冇強濃，我呢就本幾啲辣椒嘅味道凸顯出來。係太白粉、甜粒粉、菜白粉、調味料、調油、胡椒粉、米酒。哦，就係一般入料。係。這都是憑感動加的，是不是？愛要愛，憑愛加。今天的重點是愛。因為如果是我們一層加的話，我們就要高牛鹽嘛，獅子頭。哦，哎，動厲害。那裡面還要加豆腐。對，就是全部加進去。但是盡快動手就已經看到用白皮辣椒啊，用手嘛，吼。但是我想問一下，白皮辣椒喺台灣地北都它就燙水啊，有。那這種會浸落去嗎？未做得，然後燙水，等下我哋是做咧豆腐嘅，咧醬料部分到呢度。哦。咁咪打上嘅那個醬會流起來。哦。剝皮辣椒還可以做一個料理，包水餃。哎，又看過。對。我應該是咧處理豆腐。我用拌豆腐哈。係豆腐。哦，切到下噴掉。切到噴掉，因為我等下會撈咧豆腐，當我會被碰咧。哦。棺材板的概念，可是你要豆腐椰出來，還會做利用嗎？未做得冰落去，冰落去，你挑下看，你挑攪嗰個餡料。哦，就變就從個獅子頭形狀。冰落去，所以我會vegetarian態啊。最主要是莫因為團體時候咧，流傳到1公分、半公分左右樣嘅。假實現那以剖過之後，會不會比較好挖？唔會，剖過當時變硬，冇按好處理。啊，因為剖過佢熟嘅，啲係粘性，嗱，這是會分開來，冇辦法粘。你剛剛講那個牛啊，吼，要比煎幾久誒？差不多10分鐘，10分鐘之後再開始裝。攪好就一顆就可以配一碗飯。係啊，而且我愛看那個絞肉吼，咩凍油該裝，比較粗一點。你要蓋冰油，所以保留一點口感，所以你挑下要用一點點粉去輔助，我驚佢唔會粘起來。做乜該用蓋牛啊？蓋牛好嫩啊！哦，豬牛未做得吧？都未做得啦，但是一般嗰啲講剝皮辣椒雞啊、豬湯啊，會的呢。那皮給牛會蓋牛好多。你染種強硬他選的，我們院長都是用牛，對不對？牛。或者龍蝦肉嘛。啊，弄對的啦，係好食就好。我用燒油來煎哈。哦，我估一下太白粉。後尾係散鐵。哦，所以係水蛋糕先落去。蛋糕先落去。哦。半件醃起來哈。半件醃起來。該買嘅粉啊？你係混嘅係麵粉。哦，麵粉。我呢一般嘅粉就做得咧。係麵粉。那款嘢油冇按多誒，差不多煎一下子的，油拿掉就加咗咧。但是香豆腐大家應該都有做過吧？沒有，惠珊一定很會哦。
这样的我不会，我只会吃。我刚好问错人这样。对，马上会总用条幅，有啊，也是用狮子头的那个料对，馅料然后，就是很像师傅这样，但是我没有用过剥皮辣椒，哦我用过辣椒味安阳粥。有一种你还吃讲哪一整，弄好这样整听听。哦，蒙那的剑，对，它功夫。我见过可能较香哦。诶，煎糕会好香啊！迄讲豆腐煎糕啊，伊效会做了的酱料。你讲迄讲破糕的东西啊，煎糕的东西，去毛细孔打开，去当袂做个酱料。一块水我会冰冰豆，辣豆会冰。我盖牛下毛油啦吼，加上煮牛就油啦。可是会不会两个份的黑冰冻鸡蛋糕会不会是猪肉跟锅子粘在一起？不会啦哈，那就是你家的锅子不够好，不粘锅没那么好。你也不粘锅门个，你声音听痛呀。啊，咪可能係因為佢定嘅油啊，燒到之後就冰下去，都唔得講做冰。沾的那个粉是一般的粉，就是低筋也可以，高筋也可以，中筋也可以吗？一般你混是用中筋面粉去混，然后去睇啊。用粘劲嗎？其实还好，因为家盆老师不给会照掉，应该破东西来都是莫买差，但是系又讲爱要做那糕点啊、甜点啊，吃又差，跟讲有煎饼、面糊类，还是要用低筋，你用做那面包啊、馒头啊，那都是高筋。然后你只会學一下歷練嘅講法，這就是看心情。你今日心情好用低筋，心情不好就用高筋。就摸正差嘛。心情不好就摸一煮。就不要直接叫外卖，老公煮哦。院長，你喜歡吃別人豆腐嗎？我會做豆腐給別人吃。還有門會用實力嗎？真門的呀！不滿地會多東西哦，現在提醒一下，就係會半面油嘅師傅。切的時候都會叫直接給做農嘿，你幾條嘛？會要切一個下午嗎？不會，5分鐘就可以了。真的？他5分鐘就是負責叫老公哎，切了沒啊？夠嘛？咱是聽我用板豆腐嗎？嘿，板豆腐好好，因為好硬啦。你係用咧可能竹筒嘅嗰種中華豆腐啊，你都可能冇法度做。爛鐵係面鐵，百葉唔係硬硬。未做的，但是百葉好唔好處理係，伊在煮嘅時間佢會膨脹，會膨起來，係好會容易膨起來，因為會焦鐵。我剛好想講，因為本身毛細孔打開，百葉基本上毛細孔是動到啊。哦，呢種炒炒底下開始是醬料本去燒。好，到你一下係大火哦，吼，我哋一片水挑梅咧。按斗桶哦。係啊，因為點解要用調油，要用加嘅保味辣椒醬春係鹹嘅部分。醬機會調辣，係鹹甜鹹甜。因為你用呢醬料嘅部分啊，胡椒粉啊醬料，春係本去先燒過，水冇先用。醬燒。哇，靈魂來咧。好香哦！好，點點水。這個水應該是款起價啦，吼。係，我主要係看睇下你用咧係調油啊，或者醬料嘅部分。啊，等下，因為咧係濬唔出來，然後等下嘅時候熟，醬嘅本佢熟落些，長落濬。啊，係唔來些醬油再跟勾芡時候咧，係。八連只有沒有起來把皮辣椒啊？那你自己會怎麼變化？你還會煮湯？煮湯，這我剛想做。那就前安補就煮麵。哦，就煮個泡麵。就是現煮湯。就泡麵。就煮一煲泡麵啊，丟2根下去，哦，等後是爛爛啦，哦就整個身體就很軟了，吸爆爆就做了去水母了，哦，等後水。長豆咧啊！金黃色的。一醬料換就本去熟到咧豆腐啲味道。好，一下喺我擺盤。啊，用煮過之後，你有冇確定啲地味道水凍甕嘅牛係熟又冇熟嘅？應該煎過然後煮哦，啊你是看時間做時間啊，經驗啊。哇，我最愛吃別人豆腐了。院長，你喜歡吃別人豆腐嗎？我會做豆腐給別人吃。還有門會調實力嗎？唔會啊。你問門的呀？不問。對，都已經問了。哇！哇，這好像那個過年時也不用再自拋哎。哎呀，那下面要有那個呢？對啊。春打佛位。
哦，哎，大白看伊准备了葱鹅哦，我就想说，他们会烧一顿麻油，不去吃的哈。没做对啦，没做对啦。可能做鹅的料理，可能还会安用做吼。所以你哋葱鹅係用慢做，就咪安用烤起來啊。切絲啊，大哥是啊，浸水嘅就係煎起來。哦，安就辣椒哦。还有的啦。哎呀，點一下吼。點一下，用到筍條上去時就做啲配點雪。有没有人不敢吃辣的？有嗎？等下本台下看一下喽。辣椒蓋用豆腐。按钮去後 C 喽。马上就来自测看呐，你师傅做位也跟用豆腐哦。哇，好入味哦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搞翻身，要蹦翻身。蛋壳有点都叉叉哎，当玉米是重点。然后呢，是豆芽给剥皮来才会脆脆耶，你可以试做看看。口感很多。这样你的菜系又变多了。回去又升级了，又更升级，2年来进化一次。好，像神奇宝贝一样。它那个痛挑嘛，没挑到嘟嘟吼。不会辣，非常意外，很好吃。而且我觉得上次节目非常棒，就让我学到了就是在多一道料理。对，回去也想做看看。哎呀，转移变做自家的料理，真系攞到两家节目嘅目的啦吼。但是这一道菜哈，一定要问一下最会吃豆腐的。阿曲师傅，豆腐咪中條線嚟啊！冇啦，東河線就西多要懂得醬香，還有剝皮辣椒，整個那種就辣啦，還有甘啦、甜那個香味用出來哦，真的上個是一份飯嘞。剝皮辣椒有某種嘅變化咯。那拜睇下一個正經用作為一樣呀買一樣剝皮辣椒做來吧，不是只有剝皮辣椒雞湯哦，還加了做的來整豆腐啊，爆到最高低度都懂多種變化。不過頭前一畢業，還是再次提醒大家一比1哦，馬上出了金行最杯米一關決勝負的一關挑戰嘍。百變料理網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一關唔但淨係比美食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呢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各位觀眾朋友吼，等一下嘅地背多東西哦，先來提醒一下，就係為本人教嘅師傅。我本人啊，丟子哦，看到會感動到哭的。對，感動。那很簡單。是什麼？就會給太切噶，切的時都會丟子嘅嗰種東西。豬豬條嘛。就係蔥條。蔥條。好，可是蔥條其實你它要先把它去掉它的辣味啦，哈。不能太辣。上選美凍河選。妹做的可是要泡冰水。對。這樣子哈。好，師傅會編碼料理咧。蔥條一般春嚟做配角好多，所以主角是從條下講嘅做了涼拌。然後會做嘅洋葱圈，然後是泡嘅，然後蘸嘅 tomato。然後還可以沾那個美乃滋，對，哇，凍河選變身主角，係啊，來刨冰的部分沒有，我就會做什麼，你知道嗎？乜嘢？等下有你是精力湯，洋蔥也可以放下去，洋蔥它很棒，阿布卡都黑老給切雷公黑牛奶拿去蒸，然後蒸那個洋蔥水，男生女生都可以喝。等一下梁主就要上看一下，從台灣漢嘴嚟做其他買變化咧。馬上就係金行最杯米一館嘅挑戰。呢一關呢，就係用一個太蔥條來變化做料理，先來看一下風吹帶來嘅菜名都乜嘅？火蔥條飯，火蔥條飯，規定都去泡的嘛？現在有乜嘅特別的故事呀？乜嘅小小的巧思在裡面嗎？我們去美式餐廳，前菜就會火蔥條飯，然後做本身嘅呢是全部就乾食。OK，生嘢好食就會最好食咧。最杯米一關咯，而且是第2度來挑戰，送一百黑大條苗呀嘿，大條苗。那今天一定至少要維持水準以上了哈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一整個凍定一下，給佢看一下天公。對。哦，睇下就攬出嚟一片外用蔥條做乜嘅變化，嘅菜名按到。洋蔥牛肉起司粥。哇，凍雞排，你有在料理有買個特別蔬菜嗎？
都是早餐吃得到的。哎呦，早餐会吃盅。早餐吃到的那些料理，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盅。哦，你好食嘛料理是加落去。嘿，好，对每一罐的哦，吼，用稍微强下加油哦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加油。用组队迎春皮后生，先从马上开始都算3、2、1，抢开始。都得开始做咯。拿这个洋葱的编法做料理，我觉得真的是挑战。对啊，因为它很长，没有办法晾那么多啊，直接做洋葱圈绝对没有错。贵得咯，贵得咯。这等一下真的吗？看谁在说我们不符合主题。哦，就你每一口都是我就问他说，你有吃到别的东西吗？对，等下就把洋葱切花，然后过3关，要去炸之后嘞。好。哎呦，那我蛮期待那个花要怎么切呢？不用都快一啊鸟。哦，就唔会切到。切断开的。嘿嘿嘿嘿嘿。所以等一下。哦，漂亮。好狗日叫佢開發係嗎？係哦。哦。好，你還有切檸檬嘅吼。係中料。哦。所以係做剛剛講美式的那種。對，美式的。我們今天一個是法式，一個是美式。哦，第一罐係法式。嘿。你忘了嗎？有那個花那個醬嘛，就那一個很法式嘛。對。丽玲好像最主要都負責水果部分哈，因為上一關你是負責蘋果跟芭樂，對，這一關是負責檸檬到軟，所以你家的水果盤都是你在切的，對不對？我都切得把它切得很漂亮，像餐廳一樣。哦，那會要切1個下午嗎？不會，5分鐘就可以了。真的？那我要問老闆嘍。他5分鐘就是負責叫老公，哎，切了沒啊？進來切了，可以進來切水果嘍。首先，你這個是酸黃瓜嘛？對。等下 Q 龍係做醬。對，做醬多醬很期待。哎，你們看我的洋蔥花。有哦有。那個是洋蔥哦。哇。厲害哦。這地北獨美就整到軟。可以炸了嗎？可以，看一下可以炸嗎？應該還沒可以炸。那你等我們一下吧。剛剛是某種巫術這樣子。就是把那個丟下去，看有沒有浮起來啊。哦。那等一下，好，那油溫要控制，還不要炸。先做醬料哈，先做醬。哇，家家都看起來肥身。2日罐後就係幾類負責長出咯。嘿，就是先把這個洋蔥啊，先剝好皮之後嘛，然後先把它的上面先切，讓它先切平，然後再把它底下切一點點，讓它可以直立着，不會東倒西歪。對，然後我們再用這個刀子呢，去把它中間切一個簡單的十字，留1到2圈的厚度，然後我再把其他的洋蔥呢挖起來。然後挖起來變成這樣的粉末之後呢，先放在小碗裡面準備。待會呢，我們在做牛絞肉的時候，就會把它跟番茄呢一起把它捏一捏，然後它就會很入味了。哇！那等下用整係冇用整呢？嘿，用整呢。哇，咁聰明嘅，因為蔥頭做完就調雜，因為假設去吹過之後，它的形狀可能，你有考量到嗎？我有考量過，我有試做過，凍好些。哇，冇白貼。那你的形狀用辦法去固定呢？因為吹過之後叫人軟貼咧。你的碗不要挖得太薄。臉皮要厚一點。對，我懂。太薄的話，它就是會崩塌。所以應該係地北度妞妞出了就加蔥頭，還有tomato，還有tomato。惠山吼也料理吼，我吃到清後的地方，所以它的每一個那個剩下來的料。都可以完成，對，都可以調和在這個料理裡面，還有濃厚。看佢也係見到牛牛嘛，切落去嘅切到嘴這樣。那個牛牛唔是先入過哈？唔是，對，那還有加卵，還有加卵，加卵，安用用到地步，安用。我加卵嘅醃製，醃製係嘛個？蛋會有那個蛋的香氣，然後早餐的時候多一個蛋吶，哈，這個蛋白質又夠了。你看有肉的蛋白質哈，又有起司，本身也食到它營養，哎用去鬆口啊，精神不會較好。好，我們先過去哈，大家都整了。洋蔥花 ，Are you ready？ 換個位置啊。好，來退避三舍，做醬。那我來先做醬。先做醬啦，先做醬。動起台哦，可以發的哦。哇！顏色塗好勁豐色咧，快！哇！哎呦，哇！剛才已經用完時間冇上到按醬誒，對，等下你切開落嘅時間係流湯，喂，牛肉湯，重口式。
我们切一点葱头给碎末。所以应该係講塔塔醬咪就葱頭哦。就葱頭還有卵、水煮蛋，還有酸黃瓜，還有檸檬汁，還有那個美乃滋那種。然後它飲會是有沙沙醬有葱頭嘞。大概嘛就一般大概西式嘅醬料，重就有該吞下表啊。哦，哇，做啲老太家小嘅，人家重啲會都標嘛嘅。檸檬，葱頭，酸黃瓜，美乃滋。哦，自己挑出來咧。係咪係含有種因為那個檸檬皮啊，就一堆拿落。我們是用這個，都對咯，陳皮、羅勒葉，好香哦。這樣怎麼炸呢？油溫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嘞。你要直接放嗎？這個要放下，直接放。好，動起台哦，我可以發了哦。哇！但是我覺得蠻漂亮。湯匙撈油，撈油上去淋它，它上面才會酥的。對。哇！對。開來。對，晉升。我愛用款前面當好款呢，豆漿。因為我不是係用洋蔥圈放出來鋪，我記得用鋪前面就挺對啦，這樣就很漂亮了。但這個應該只要上色吧？這過油只是上色而已。那像你因為剛才就講上色就好嘛，你本身沒做的時又都有上的香味，那種辛辣甜的感覺。差不多嘞。要滴油嗎？要。顏色塗好金風色嘞。快，搶時間。好，讚。哇！動好款動。要先那個用吸油面紙嗎？放在這邊嘿。哦，那個對。對，我們有自己的油蓋。好，那我你先過嚟給大 B 看一下。哦，你看，你要片番茄不是 sale 哦。這裡面加了什麼呢？你猜猜看啊。加了洋蔥。有洋蔥，還有牛肉，然後還有 tomato， 然後還有那個奶油。哦，奶油哦，怎麼還有加奶油啊？好香啊！這個等一下要淋到蛋糕嗎？是它的壽司。其實 kiss 不用落去哈，我覺得就贏了。對的，因為等一下他們遇到妞妞。妞安妞。那我們那邊可以打開來看嗎？也係看總的。看一下好嘞。好。哎呦。哇！剛才已經不用亂，徐這夢想都安醬哎。這道料理我要學起來。所以剛才地位係妞妞。哦。含加有 cheese， 夠嫩。哇！安妞是做的嘞。所以等下你切開來徐這係流湯。喂，牛肉湯。哇。重口式。你們驚安用煮狗肉係吼，已經肥肉係吼，盤粥啊全部係牛嚟煮。我按厲害啦，對啦。好，那我們這邊差不多了。好，看一下好嗎？看一下。好了。哇！不錯，等一下就淋到蛋糕就 OK 嘞。是好嘞。那這樣我們來去倒數咯。好，來。天草馬松快是都算4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最杯麵館優雅嘅太重頭邊做料理，來做較佔到咯。太重頭的料理啊，吼，編發出有創意，真的很不簡單。師傅一開始沒有講過，因為一般來說洋蔥都是當配角，今天他就是當主角哦。你選對你補缺了，吃看吶。重點是我們下面的醬料哦。哦，那種地北都因為每就搞蔥條，所以青條梅吼，然後這個剛才鋪過的這個蔥條法吼，結合起來動火選。醬料很棒，醬料真的很棒，而且。你們這個炸過後啊，哈，本身年代跟這種太蔥條，它的辣味就跑掉了，只剩下甜味，對，很棒，吃起來又很健康。這段時間你吃了幾顆？大概10顆。短時間內唔會夠食的。當時我係食都停下來了，非常好入口。鋪過之後嘅甜味完全就走出來了哦。我喜歡它的醬料，因為醬料。甜鹹很好吃，有點酸，不知道是放了什麼，有一點啊，難怪很好吃。但再好吃，有院長的手藝好吃嗎？有惠山厲害嗎？也給他學款倆頭菜。好，哦，你必須要咁講，呢啲小絲先啊，呢啲嘅醬嗬，點樣行溜？因為要加起司，起司本身那個蔥條是凍結合。好好吃。就像博前剛剛講的話，因為加奶油又加 cheese 落去啊，吼，
贵已经用啉豆芽底肚，真给师傅来后生。很非常西式的料理，然后这如果当早餐的话，也会非常的有年一样的，然后是好吃。对，我知道嘎番茄一起吃，然后就是我觉得刚才单吃第一口，觉得那个 cheese 的味很浓，对，然后后来我再加番茄一起吃，觉得综合很好吃。而且我们所有的料理、所有的食材都把它结合融合在一起了，一点都没有浪费掉。也吃到这个食材嘅本身嘅黏梅，都在师傅应用版所拼符呢，给大家看哦。好，印总的吼，马上现在抢卢师傅抢分数，蓝水一份，好，你下最尾一份抢阿菊师傅抢不分数，风水一份抢好，好，卢师傅。两片春有一家咧风格春做以后咧，我哋老其实个酱料做以后啦，可能系创调会变吧，因为你系去铺，所以讲铺这样，但是两片人对了又加咧高油啊，了去搭配，到最后佢个酱料调到以后，有咧番茄啊，哈也是为解腻，那本咧按对了一本。好，阿菊师傅咧应该讲听。两道菜就整件都当好是清冲个传统做个料理享用。我尾本啦凤腿咧那片迄而家炸到个火候当好，还有适到就个甜甜个味道。甜味呢就做个蘸酱蘸好就酸甜，用适到当开胃当好身。蓝腿那片当中型，那个种整个风丝呢保留个洋葱个甜味。整体起来呢，爱适到东天空、东后先，不过两组就整体东后先，应该东南平安有好，感谢。观众朋友们，这福转去老爷的料理变做娘母卡的台菜，三下来马上出来颁奖喽！耶！好，今日比赛呢已经结束了，两组就会得到2分，都系大头名哦，按恭喜！先来恭喜凤翠得到1500元的加菜金，恭喜哦！咱就系提一摆来吼，咁个咪系大头名吼，2500條嘅加菜金。恭喜！好，先来一层老太茶分享一下了解，我听一摆参加的心情。那的唔系来比赛，就是来学习新的菜色，对，然后跟师傅也学新的菜色，这样。对，九要来给我们看一次，一定要。你看他第2次来，就是再生了2宝，好不好？你明年来就再带一个3宝。就顺着我们节目走下去这样子，来几次节目就升级开这样。那我不要来了。没错了，弟弟妹老太讲分享一下了拜参加的心情。跟蓝队是与有荣焉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厉害。他一般呢不你表现切一个水果盘，要不要？花式水果盘呢？我们没有比过摆盘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因为我们节目只有60分钟限制啊。那个10分钟就好了，10分钟就可以了，是。好啦，按恭喜，谢谢。感谢一下院长，创世基金会苗栗分院的院长。他们也来到现场分享爱、分享料理，对他们真的服务非常多人。喺苗栗人啊，吼，当然我来支持，当然拢同上看日杂节目，我爱煮菜，我就真然同欢喜来参加。很好，有啥动强的飞散？来介的节目啊，动欢喜，因为好多动个该红队啊，所以该红枣，俺们的还有该种的方法可以加入该麻吉豆该。地板，用下班为煮看，因为这个节目呢学到很多料理方式，动欢喜。环基都有良好，按记起你客家话筒，希望观众朋友透过也是节目之后，到底用夯筒都记起你的动作台湾的基金会。对，没错，我们看今年今日清粉一样看。开启感真愿意都做了科研力，把我们放在心上。悠按斗，你看其他的西产你的比赛可能带动的是4个大家庭、4个大公司呢。Q 哈了科研力的节目，故说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，料理啊，是一种最好交朋友的方式。不管去哪一个国家、哪个地区都会共用。故说讲呢，你唔是讲排斥，家家来到也特别分享，也冇开好面心。系啊，所以你要很少嘛个，家家打电话来报名参加你的比赛。用料理来传递善的意念，也加报名哦。一家之主带你 Q 哈来到 V 分享好料理 ，Q 哈来大都市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